各位觀眾朋友都講過，只有持續收聽提交規則。呢個禮拜新聞幕後，同您提到咧關注係美國啦、中國係咪準許而開打貿易戰？有人出嚟問題，我哋嘅繞場多係文化台後嘅教授陳菊仙，陳教授老師您好。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好。再一次歡迎陳教授來到我們節目的現場。那其實我們一直在關注美中貿易戰這件事情。那之前我們看到好像有休息了2個禮拜，可是結果15那一天。看到川普又公布了一份500億美金，這是1.5兆台幣的關稅清單。那現在這一份清單看起來是像是3月份那個1300多項的一個統整之後一個新的項目。那我們就很好奇說，為什麼感覺已經大家好像都各退一步，已經停火2個星期了，相安無事了，現在好像又再一次劍拔弩張？在事前我們大概也很難預測到兩個禮拜後又開始貿易戰又起了。那麼之所以現在事後回想起來呢，應該和金川會有關係。因為金川會或者川金會呢，那麼川普不希望這個失去這個機會，所以說暫時呢，反正已經獲利了結了嘛，所以中國大陸事實上做了某種程度讓步，而且中國大陸還說呢，假如美國不再提新的關稅的話，那麼我們就搞定了，就是要新的北京共識。是，原來華盛頓共識呢沒有完全，但是到北京共識可以說完成了，但是留一個但書，就你再增加新的關稅，那我們就一切歸零。那麼現在就是川普大概這個金川會開完之後，他覺得大陸不可能在金川會反悔，其實也未必見得啊，因為大陸他們認為大陸這個金川會的成果呢，或者未來的談判呢，也符合大陸的利益。而且大陸可以趁着這個喘息的時間呢，對北韓提供很多的援助。你看，其實馬上又去跟川普，但是馬上呢跟這個習近平見面。對，所以說看起來呢，就是已經告個段落沒問題了。所以說現在開始，川普又因為川普的那個談判策略是一下子採取強硬派的，一下子採取溫和派的。上次呢6月初達成的協議就是接受了這個財政部長努欽，米路奇，對，我們這母親也可以，或者是這個還有商務部長的羅斯，對，這兩個算是比較溫和。在大陸角度看來，其實都蠻強硬的，因為尤其是羅斯那個商務部長呢，就是要懲罰這個中興通訊案，就是他最早提出來的。那麼還有另外2個呢，又是強硬派，一個是納瓦諾，另外一個就是這個賴海澤特。那麼這2個人是比較強硬派。賴海澤呢，就 USTR 就是美國貿易代表，他在3月間提出一份報告，就說呢，中國製造2025就是要準備搶美國的世界第一經濟大巨頭的經濟龍頭的地位。這個當然美國覺得很緊張，因為這個大陸有個影片叫《厲害的我的國》啊。本來是中宣部推出來的，就是宣傳大陸在各方面的科技有多大多了不起，就後來呢被美國發現呢，這個是一個就是要挑戰美國的一個訊號嘛。美國當然美國呢不是那麼了解大陸嘛，大陸本來是鼓勵人心的，鼓勵士氣的，結果現在被美國列為是個證據啊，然後所以厲害的我的國呢下架，本來中宣部強行推出。立刻就會受到很大歡迎，是搞了很多個月，然後呢，現在強行下架，那麼等到以後適當時機再看要不要再上。那麼現在加上這個中國製造2025對美國構成了強大威脅。你可以看到商務部提出來的一個報告呢，就是要懲罰中興通訊，是，而且一懲罰7年，7年有特別意涵哦。為什麼2025是就針對2025，因為2018加7正好是2025。OK， 所以中國製造是2025，所以說就在你這個未來的7年呢，你不准買美國所有的這個資訊公司或者通訊公司、通訊廠商的東西，那麼大小公司都不准買。那麼這個時候呢，當然對中興通訊就是來買美國的東西，然後呢帶回去，不管是做什麼。習近平在4月21號有個演講，就是針對科技界的。他講了一句非常含蓄的話，他說呢，中國過去化緣，意思說不好的，對，化緣就是不好，化緣是包括從美國來看，化緣就包括剽竊、駭客，包括那個併購、合併等等啊，所以說，他中國大陸要從基本的這個科技做起，不要再老是依賴外國。關鍵科技在掌握在外國人手上是很危險的事，這個當然是沒錯。那麼美國呢，看來就是後來對中興通訊要準備放一馬，但結果呢，這次參院在國防授權法裡面搞他一下，叫橫財入造。
横财入道呢，就搞得这个中兴通讯本来很已经偷笑，已经觉得过关了，没想到又被参议院搞那么一下，而且参议院现在是国防授权法呢，参议院有这个修正案，但是众院没有。可老师他是这样，国会跟白宫黑脸白脸，因为大家都是共和党，怎么会参议院去搞川普呢？不，这个是川普，因为他们都要选举，选举就跟这时候的立场又不一样了。要是你川普是自己提出来的，要说中国老占我们便宜，现在我就跟着你的话啊，我就是要反对中国占我们便宜啊，所以要对中兴通讯严加惩罚，恢复惩罚。本来川普已经放他一马，对，现在恢复惩罚。那么而且呢，不只是共和党的这个参议员，民主党也加入，所以85比10的比例通过。是啊，有5股票没有表示意见。那么众院没有这个条款，所以未来要经过两院协商。那川普就希望说，你要尊重行政部门的这个对外的谈判的权利，还有我的这个行政特权来。但是参议院这次会不会买账呢？我觉得很怀疑。这个20号呢，参议院的这个多数党领袖就是共和党的这个大佬了，已经跟那个白宫去商量了，跟川普商量。但川普呢，现在还没有新闻出来，到底谈判的怎么样？我看是不容易，因为呢，这个案子摆明是。这个在国防授权法里面搞一个这个继续惩罚中兴案，是有点很奇怪突兀，就是在国防的法案内呢，去挑出一些经贸战的议题，那是等于是那参议院会不会屈服？我看不能，为了选举，他有点把经贸拉抬到国防层级了，他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所以拉抬到国家安全层次。那我要请教，究竟这个老师一直强调的中国制造2025，它对中国象征什么意义？有多重要？第二件事情。老实讲，这会影响美国国安。那究竟它对美国有哪些潜在的威胁？好，第一个，这个我们讲它对中国来讲，它什么作用？它有10大产业，里面包括机械人，包括通讯，还有这个生化，还有这个各种的这个高科技，包括电动的电子的这个自动化的等等方面都有。那么这10大产业呢，就是中国未来呢，让世界10大产业它领先的话，那就2025就可以带动一个气氛，就中国制造2025呢变成全球领先。全球领先它不只是这个表面的意涵，它还有就挑战美国，因为国际的很多 IMF 啦，这个国际货币基金会啦，世界银行都说中国可能在2025年呢，在总体经济实力上面超越美国，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大国。那这个美国怎么受得了呢？那美国这个在去年年底有个报告，就是说点名中俄两国是这个强大的竞争者。竞争的国家，并且说他们是修正主义强权。什么叫修正主义强权呢？就是你融入了国际体系，却没有遵守国际体系的规范。那么按照中国的术语，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对，那你等于是在里面呢取得很多利益，却一直回避的责任，但是呢尽量享受到权利，而且还挑战这个既有的国际秩序。这就是这个修正主义强权的意思。那么美国既然把它定位了。尤其是，其实俄罗斯是陪绑的，因为当时有通俄门还在如火如荼，所以说陪绑的，把俄罗斯拉进来，其实主要是针对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才有这个潜力。俄罗斯呢，大家讲除了军事之外，大概没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那么所以说以中国为首的一个目标就确定下来了。但是呢，为什么还分鸽派、鹰派呢？在美国，就是鸽派呢认为这个要用强势去谈判，但是呢见好就收，不要穷追猛打。那么鹰派呢说不趁这个机会穷追猛打，以后美国等到中国2025完成之后呢，美国就没机会了。所以当然是用鹰派现在又占上风了。但是川普呢，就是他永远是两面手把，一下子用鹰派的主张，一下子用鸽派的主张。所以说未来中共虽然说是加倍奉还，但是我看不见得，因为中国大陆在贸易战它可以挺得住，它有筹码，也有有什么筹码？我很好奇。比如说他用黄豆、大豆。美国进口高粱，那么还有这个很多的美国哈雷机车，他的黄豆、大豆可以跟巴拉圭要，那是我们也可以跟巴西要。现在就是我们的危险啦，那就麻烦。这就他假如从巴拉圭进口黄豆，现在一时大陆已经通令东北各省，看将来要普种大豆。大豆就是黄豆嘛，普种大豆呢，但是只有吉林、长春可以免，因为这是城市。那么东北都要种大豆、黄豆，但一时之间来不及，这一季还来不及。所以说可能要暂时从外国进口。那么会不会从巴西、巴拉圭进口？而且巴拉圭是我们的邦交国，会不会我们总统去访问之后，可能又出现问题？不是不可能，因为巴拉圭总统早就想跟中国大陆建立邦交，这是我们值得注意的。那么
这里面还牵涉到一个国内的政治。为什么蔡英文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这个很重要。老师，那我请教一下哈，如果现在我们还不能把它定义成贸易战，在现在这个阶段，其实还贸易冲突而已，对不对？那接下来，那中国毕竟它还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而已，它面对美国的这个强势的态度，它除了吞忍或是让步，我们看它其实已经让步。它之前说要增加700亿对农产品的采购，之前就让步了，现在它又归零了。那现在它除了继续吞忍，它还有哪一些选择吗？或者是走 WTO 途径吗 ？WTO 途径呢，美国是不怕的。国际法的是没法对美国做成约束的。1984年呢，雷根总统在尼加拉瓜外海布上水雷，国际法庭认为雷根错误，但雷根理都不理，照样布雷，布雷到最后，一直没有让步。那么所以国际法对美国这种强权呢是没有不怕的。俄罗斯也是不，以前苏联还在苏联时期的时候，苏联打下一架南韩民航机，国际法对他们一点没办法。还有一个国家是不怕国际法的，就是以色列。以色列也不怕，从来不怕。可是现在美国跟以色列站在一起，当然是站在一起的。所以这2个国家还站在一起，所以说在中东他贴出联合国的人权组织。对，他也不在乎人权。那中国有哪一些反制的手段？如果他不走国际法，他还能怎么做？他只能贸易战，还是我刚刚讲的，他是有能力、有筹码去应付一阵子。他只能不买农产品，不买美国车，不买科技受不了。美国对他这次1300项产品，他打掉了很多不太重要的产品，但是换了很多科技产品要征税，征高关税25%，而且中国大陆讲报复的话，他还要再增加10%的惩罚性关税，加起来就35%。可是老师，这1300项不是同时间实施吧？不会同时实现，像7月6号大概实施第一批，然后呢看着时程呢再做调整，所以中间有很多谈判的机会。因为中国大陆一发现受不了了，尤其科技受不了，因为贸易战是所谓的，它不是贸易战呢不是零和游戏。这个大家都会七伤拳啊，对，你这个伤敌3000，自损800嘛，总是要损失一点。但是呢，科技战却可能近乎零和游戏。怎么讲呢？为什么说近乎？它也不是完全，因为中国大陆毕竟不是没有科技的国家，它是有科技，还是不够而已，不够强而已。所以说近乎零和的游戏。所以说中国大陆看看它要自己衡量自己能不能够吃得消。第一，你的进口到美国的高科技产品被这个征高税，你就不好卖啦。是，那你又想买美国的东西也不好买啦。这中兴通讯现在不但中兴通讯可能被国会呢继续要求惩罚，而且华为等等第1大还有第3大的联想等等都可能被惩罚。那么这个时候呢，中共可能就要衡量自己，我吃得消吃不消。我虽然现在急起直追，要在国内设立私募基金来提高我们的高科技水准，但是一时之间不是能马上做得到的。所以中国大陆就忍耐，忍气吞声。凭良心讲，他只能忍气吞声。好，老师，因为7月6号就要第一次的制裁，我们就来看一下是不是成真。然后接下来我们持续的关注。除了上半場談到美國咧中國可能會引爆嘅貿易戰之外，嗱呢件事情下半場咧討論是美國嘅參議院通過咧2019財政年度嘅國防授權法案，地圖是講到係咪每個人參加因為台灣嘅軍事戰士，詳細內容按先了解下，等下我們繼續來。大家过去把转到讨论的现状。其实除了上半场我们跟老师聊到这个美中的经贸战即将开打之外，我们不难发现，在华府好像有一股反中的力量正在集结当中。另外一个民政，我不知道老师怎么看，就是参院在18那一天用85-10通过了这个2019年度财政这个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呢，我们就看到说参院要求美军派兵来参加台湾的汉光演习，然后派医疗船访台，这几个条文都被保留下来。这算不算是我们继白宫之后，美国国会也加入反中的行列？这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国防授权法案在参阅这样的一个宣示，对于美中关系现在已经几乎雪上加霜了，还会有哪一些影响？我想呢，这个其实在国会里面一直有一股友台的力量。
友台的力量是很强的，大陆呢在这方面甚至还没有我们在国会里面的影响力没有我们大，是，所以说真的要要投票来表决台湾有关的议题的话，台湾还是会胜的。那么台湾在行政部门是当然实力没有大陆的强，大陆一向是采取一种擒贼擒王，行政部门他认为是重要的，所以他布下重兵在各个行政部门做那个拉比的工作，是游说的工作。那么友台法案呢？当时在马英九时期也有，但我一直强调一个差别，在国民党时期，国民党执政时期呢，友台法案国会里面会自动帮我们推一些友台法案，有时候是我们 TECRO 就是驻美代表处呢，也会推动一些或者加上 BAPA 就是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是，那么一起推动一些友台法案，但都是比较不是那么强势的。对，比如说支持我们参加 IQ， 事实上那就国际民航组织，事实上那一年中共已经答应邀请我们去了，做个观察员，但是呢，我们国会又通过，所以中共那时候还不是很高兴。不过因为两岸关系不错，所以中共不高兴也就算了，最多皱个眉头。那么最近的友台法案越来越强势，是从2016以后，2016就通过，2017的国防授权法，2018的国防授权法，到今年是2019的国防授权法，而且通过的速度比去年还快。去年搞到这个9月参院这个才众院先通过，在参院后通过，那么到11月才签署。是，那么现在呢，很可能就大概8月就会签署。假如中间有一些协商上的困难，可能会拖一阵子。目前来看，我看呢，国会不会让步。虽然这个参院把这个一些这个友台的法案呢加强了一些。包括以前的也是军舰互访，那么现在是不单军访，而且派美国官兵来参加汉光演习。过去也有派，但都是退役的，不是现役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要求我们参加一些演习也可能虽然没有要求我们参加 RIMPAC 就是环太演习，但是美国在今年5月间呢，已经拒绝了中国大陆，就不再邀请中国大陆参加2018年的环太演习。环太演习对中国大陆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从里面学到很多东西。但是美国对它的演习其实是有限制，它不是参加全面的，它只参加有限度的一些技术性的这个演练，但并没有参加更重要的机敏性的一个演练。那么甚至未来还有很多法案会通过，要求台湾参加红旗演习，甚至 RIMPAC， 但这个还没有到现在还没有浮现到台面，只是有这个在委员会里面酝酿有些已经委员会通过了，但是还没到院会表决。那这次参院是院会表决那当然很重要。那么对总统来讲，他既担心国会干涉到行政部门的权力，但是又希望他们通过。所以这就是美国总统的奥妙，这些权利都会影响到美国总统的权利看起来你在要求我做什么事，对，但是做不做呢，在总统。所以你一旦通过了，就变成我的筹码，变成我的工具。我们举个简单例子来讲，航母呢，在过去2016年，史坦尼斯号要到香港访问不准；2007年，角鹰号要到香港访问不准。但是2017年呢，去年呢，雷根号就准了。因为那时候通过一个美台军舰互访的修正案，所以这变成一个工具了。中国大陆不敢反对雷根号访问香港，因为一旦反对，那个航空母舰就掉头。虽然台湾容不下这么大的航母，但是在高雄外海或者宜兰外海是可能的，来那么晃一晃也好啊。那这个中国大陆就受不了了，所以中国大陆不做反对，这就是变成制衡制约中国大陆的工具。所以不管什么法案，再严格的有法律的约束力的或者没法律约束力，都是看总统要不要做。老师讲到这个变成总统的工具这件事情，刚好呼应我下一个要请教老师的问题。在参院的法案里面，还要求国防部长不得采购、取得或延长中国的中兴、华为这2间公司的产品的合约，然后这是180天，大概在半年之后生效。另外，国防部也不能跟中兴、华为签任何实体，没错，或者是延约，然后这个部分在3年后实施。请问这件事情对中国的打击有多大？第二，他为什么要定一个3年的期限？3年期限，3年后都不见得川普能够连任。3年期限没有错，但是川普是非常可能连任的。
很多人以为川普连不了任，那么就跟很多人以为川普选不上一样。对，就跟那时候连我都犯错，我是认为他初选会胜，因为共和党人都不团结。对，但是他没想到大选居然也胜了，这让我也吃惊啊，也跌破眼镜。对，当然那时候全世界的眼镜堆起来的话，可以一个仓库都不够。那么显然呢，这个是一个大家，因为他有几个事情可以判断他有机会。最高法院同意了他的这个6国旅行禁令。对，因为他打 IS 成功了。这是 IS 成功，又是另外一个成功的案例。那么又川普的这个健保也成功了，打败了欧式健保。那川普的减税政策也得到2院的支持。是，这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他现在已经是占了很大优势，再加上北韩外交突破，再加上呢对中国惩罚又是他的新招。对中国惩罚呢，就是符合他的美国优先，因为中国老占美国便宜嘛。所以这个符合大多数美国人，尤其是中产阶级以下的这个人都支持。所以说，真正了解这个国际形势的人，也许觉得川普这个作为有点狂妄，有点自大，有点甚至有点那个会失控。但是呢，大多数人民支持，他站在人民的这边，这可以说站在历史上正确的一方，所以他又有机会了。所以说这次呢，说川普呢是有机会连任的，那么所以他很多都要布局啊。所以说期中选来讲，他是非要抢，他不可能赢。因为通常传统上呢，执政党一定在期中选掉几席，这是跑不掉的，掉多掉少，所以川普就是小输就是赢，只要我少掉几席我就赢了，那就是对川普的未来的2020呢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基础。那么所以他现在反中政策其实主要是针对着选举而来。这个中兴华为这件事情对中国影响有多大？中兴是这个中国大陆第2大电信业者，那么华为是第1大业者，那么但是呢这两个。美国，我们记得联想，它是从 IBM 买来的。联想很多年前就被美国国防部或者是重要的国务院不准采用联想的这个电信产品，就怕他们有输入这个某种程式或者某种的这个窃取美国的机密。对，所以说当然不会。所以这两个当然更比联想更大，当然更可怕。所以说这个里面一定要严加防范，而且针对。华为针对中兴就是针对的中国高科技，这个刚才我们讲过，习近平是用化缘的方式来这个说是包括所有的骇客啦，这个剽窃啊，这个并购这些事情，但其实美国最怕的就是中共剽窃美国的科技，还不准美国的科技业在大陆立足。要求他们交出 IP， 交出他们的这美国当然觉得不公平嘛。是，你又要想剽窃我们，还要我们的美国公司提供你一些自己的一个科技的机密，那当然不可接受。更重要的是赖海泽特就是这个 USTR 美国贸易代表在3月间的一个报告，就是认为中国大陆的所有作为都是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就是回答你刚刚第2个问题。老师，那另外一件事情啊，除了参院的国防授权法案让中国很头大，我相信接下来这件事情，我们还没看到中国的反应。在众院，我们看到这个联邦众议员这个 Dana Rohrabacher，他提了说，是不是该是时候了，美国要重新的思考一中政策，甚至不排除跟我们建交。这件事情怎么会这个时间点提出来？那我们怎么看待？因为国会议员呢提法案很容易，因为提完之后。老师，以你的经验，在台湾跟在美国，其实国会议员扮演的角色其实有一些差异吗？跟台湾的国会议员来讲呢，他提案是很容易的，包括他的助理，因为通常国会议员自己不提案，都是由资深助理、法律助理来提案，所以法律助理一提案呢，就找别的这个国会议员签署，那别的国会议员也不会，他不会自己签署，都会叫助理来签署，这个表示 endorse 支持这个法案。支持法案出去之后呢，那个通常正式的讲法，这个法案不叫法案，因为法案一定要通过之后签署之后才叫正式的公法。那么现在呢，一签署之后，大家这个案子就呼噜就过去了，可以说是有点。众议院还没搞清楚的时候，他们已经过关了。过关了，然后就交给行政们，你要不要签署？通常会签署的，因为对他有利嘛。行政们可以拿来做工具，可以拿来做筹码。为什么呢？虽然美国总统要做什么事，不一定要完全等到国会同意，但通常呢，国会给他一个授权，给他一个法律授权，对总统来讲更有利。我做起来是振振有词，不会有违宪之余。否则那个司法部门还会来查你有没有违宪之余。现在我有堂而皇之的国会授权我了，我就做起来的可以做得更顺，但是我不做也可以，要做多少程度也可以。
现在这个Rohrabacher 他算是台湾连线共同发起人之一，他在这个时间点上提这件事情，某种程度是配合川普的反中政策吗？是不是配合我们不敢，因为国务院也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权利。对，但是呢，现在这个氛围是反中的，而且不只是府会反中，白宫和国会反中都反中，国务院反中。那么国防部反中，你看马蒂斯在今年6月初在香格里拉会议，新加坡香格里拉会议就讲了，我们不再邀请中国大陆参加环太演习，主要是针对中国大陆南海军事化的一个初步反应，是讲得很明白了，这挑战气氛氛围十足啊。那么国务卿也讲，中国大陆说改革开放是开玩笑，中国大陆所有的这个国际上的很多错误的一个最大的肇事者，而且庞贝欧比 Tillerson 更强硬，都很国务卿也加入战团，然后波顿现在也很强硬，都很强硬，所以说。